Mr. Fang, do you take Miss Jingjing as your wife and promise to take care of her whether in good conditions or no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? Yes, I do. Miss Jingjing, do you take Mr. Fang as your husband and promise to take care of him whether in health or in sicknes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? Yes, I do. Now you may kiss the bride.下去！地震呢？地震！地震真的在上海！还愣着干嘛？去呀！看到里长走的方向了吗？超过他，走到他前面，坐在左边第2桌。你好，请问茶。这边菜单，请你先看一下。一份水果沙拉。一份水果沙拉，还有一份牛排，5分熟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用了，一杯咖啡，谢谢。播放发到你手机的音乐。继续听音乐，不要抬头，不要说话。天空下着黑色的雨，我好想你。我知道他在看我。专注的听音乐。这首歌是里长最近最喜欢的一首。你现在坐的位置是这家酒店里长最经常坐的。小姐，这边打扰一下，这是您要的牛排，请慢用，谢谢。搜索我名字的痕迹，记忆爱过那些往昔，颤抖肩膀的舞蹈。太激动了，离里长那么近，而且他还看了我好几眼，他关注我，我好希望每天都这样看到他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看到他的话，也不枉我做他的粉丝那么久。我好想跟他看电影，我好想跟他拍照。好了，带你玩了这么久，该付钱了吧？小菊，你让他每天都看到我吧，让我每天都看到他吧。你们帮帮我，让我留在他身边好不好？就帮帮我。夏菊，帮帮他吧。好了，行动。妹妹，走吧。肉感应干扰，开始移动。
这条走廊上一共有12个摄像头，36个房间，5个公共 WiFi。李展住在405号房。好了，干扰完毕，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数据收到 ，WiFi 信号已减弱。猎物出现，红外线贴身感应器，李展，大明星，我来了。开始传了啊！好了，传完了，我走了。这就是2005房间客人今天的菜单。谢谢。嗨，东西我发给你了。上次你跟我说他房里丢了东西，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明星啊，他丢了东西到处找，助理大半夜还拉我们一起找呢。但是具体丢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。谢谢阿姨，不客气。我知道那个住在李展隔壁的女人是谁，是他助理。他们相隔1天入住酒店，我还以为是粉丝跟踪呢。和他同行的有多少人5个人，明天会进行采访，人数会增加。保持联系。好。他每天晚上都会来夜跑，平时不来这里的。他进出酒店随时通知我。好的。任务完成，先把数据传给你。收到。影子，接收信息。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要掌控的人跟房间，是吧？是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一堆房间里边，只要没人，你就能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，是这意思吧？必须的。行，那你现在就把我们第一个要掌控的人的房间给打开。您真能耐。莫瑶，该你上场了。从菜单来看，李展对生活品质要求极高，食物十分精致讲究。从房间环境和生活物品来看，比较成熟。平时偶像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喜欢有幽默感的说话方式，喜欢健身、旅游、运动、品酒。有用的信息就这么多，白小闪的形象就交给你了。哇，变魔术啊！表演才刚刚开始。妹妹，起来吧。这就是你以后的新形象了。
万草青青。李展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哦，李展，李展，李展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伙伴们，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让白小闪成为李展的助理。只要你们和我在一起，就好像李展和我在一起。放心，姐姐会好好珍惜你们的。那些没头脑的粉丝，每天只知道发屏刷帖，以为我真的会把你们卖掉，以为我真的会告诉你们李展的行踪。哈哈哈，怎么可能？李展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们悄悄的到了上海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要把它变成我的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你是我的。
不是我们的房间，这是李展的房间。天哪，我们昨晚都干了些什么啊？难道我们竟然李展？晚上闪呢？楼上我找过了，没有。喂。微热感应跟踪器没信号。不可能，我那个跟踪器只要它活着有体温就一定有信号，除非……怎么样啊？密码？你的电脑就算不设密码也没人解得了，怎么还设密码啦？防自己啊？我实在想不起来，我到底是用什么程序给电脑加的密，而且是3台电脑同时都加了密。不会吧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各位，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在24小时之内，我们都无法接受任何委托，也别想用音频系统、微热感应系统做任何事，因为电脑被锁了。等24小时之后，密码破译完成吧。哎，正好，休个假吧。啊？又怎么了？有人给我们打了100万。多少？100万？100万找我们的，应该不是让我们追星，是让我们去杀人吧？看来你酒没醒啊！你酒才没醒呢，给你100万去买羊肉串啊？你买羊腰子啊？那你给我买过来啊！你买啊6串，6串、7串、8。100万你花得完吗？啊！这怎么还有口香糖呀？恶心死了！哎呀，这啥东西？你还跟人去看歌剧呀？这舞台剧，哎呦，没有啊，这怎么有6张啊？6张。我们4个和白小闪，还有个是谁？想不起来。哎，别想了，去剧场看看不就得了？喂，哪位？昨天你们要的100万的酬金收到了吗？收到了就来找我。去哪儿？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们了。有人吗？够了。相隔太遥远，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。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输。